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咱，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伫这个中间来大家来说多谢。对伫旧年毋是旧年哦，今年1月捌第一摆来到伫咱纽约，来到伫咱的教会，一直到今，大概有5个外月的时间。哎呀，真正照着迄当时离开进前，甲大家约束的。我想迄阵得到真侪兄弟长老伫遮的勉励，讲毋通惊啦，爱来啦。我是我要惊死啦。我想讲来到即个所在吼，敢是阮会坎一个。当然，我是John啦，敢知影迄个意思？阮祖囝拢会甲我笑，因为伫台湾足侪人拢叫我约拿牧师，约拿牧师，伊拢甲我笑。会叫做约拿，会叫做Jonah，是因为上帝若爱我去，我毋敢无去，因为圣经内底迄个已經去互大魚吞過一擺啊。我無想要互大魚吞落，所以我想講，我應該較乖的。但是所要去的所在，老實講嘛，毋是凊彩想的，講想要來就會當來呢。你敢知影？即抓若毋是上帝的計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備班，美國有夠遠的。阮佇即個中間看見有真濟人的簽證受拒絕。阮佇即個中間看見美國新的總統起來，就親像全地球的大地動。阮佇即個中間看見有真濟掠準是應該的，其實攏毋是遐爾容易會當做到。包括我家己的家庭，佇即個期間。伫進前服侍的溫哥華，轉去到伫台灣，然後又閣來到伫即個所在。迄個過程，我想有真濟咱中間的兄弟姊妹，一直佇祈禱、關心、代禱的中間，攏為着阮來支持，互阮佇每一個坎站、每一個過程的中間，阮攏感受到上帝通過聽伊的人，所佇阮家庭中間。的支持甲幫助，我若佇即個中間也看見到屏幕小組以及咱教會小會、中級會，抑閣真濟會友佇即個中間有一個真好的期待，也互阮有迄個勇氣來到佇即個所在。但是我嘛要佇遮來講，有真濟時毋是人會當佇即個所在計劃代志就會成。當我來到佇遮，我想來到佇遮應該會使講啊。其實我第一擺知影咱教會要屏幕是佇2024年的，應該是1月還是2月。但是當我真正寄出迄個 apply 是佇7月。佇舊年的1月、2月，就有人甲我問，然後我互伊兩個答案。第一個是，我無想要去美國，我無想要去美國，因為我感覺我袂堪進。第二個是，我無想要閣牧台灣人教會，因為我佇迄個過程的中間有真濟失落甲受傷，所以我這兩句話講出來是，我無拍算。聽的人既然甲我問講，無你要去佗？然後我講出我的計劃，所以我有我的計劃，但是毋是佇遮。我有我的計劃，但是毋是佇遮。我佇迄個中間也照着我家己所想的，一直咧努力。然後最後我應聘到一個佇溫哥華講英語的教會，但是人的記憶袂達得上帝的一話。上帝若愛你去。有時咱真歹拒絕，所以我也佇迄個中間，閣一擺來發現，原來迄個所在可能毋是上帝愛我去的，我是Jonah，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毋敢違背上帝伊的律例甲伊的旨意，所以當7月閣一擺，閣聽到咱教會講你是毋是會當 apply？ 我講甲強要甲人冤家。最後我講好，
即个姊妹，你莫受气啦，这是足照顾我的姊妹，你莫受气啦，我听你的，我着 apply， 我着甲行。但是事实代志会成袂成，毋是咱会当伫迄个中间讲着准算。所以我有做，然后我会记迄当时第一个就敲电话来，就是客太长了，伊无伫遮，所以我嘛偷讲。伊敲电话的态度，互我真感动。伊甲我问讲，牧师，我有接到你 email 来的物件，我毋知影你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即通电话来吼，是要互你知影阮教会啥物状况。我第一个问题，我就甲问讲，请问咱教会聘牧是聘真诶，也聘假的？因为足侪教会聘牧拢讲诶。结果伊伫迄个中间，伊诶介绍，互我真感动，然后对咱诶教会开始有好诶印象，然后搁来到搁伫聘牧小组2摆诶interview， 伫迄个中间所讲诶话、所讲诶题目以及互我诶感受是，遮个聘牧小组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因像甲我诶因像迄调查局诶，甲我所有一切物件，因拢做足侪功课，甲我问遐个问题，奇怪，我较会感觉即个问题像迄足熟诶啊！我袂记是迄个庄长了，还是迄个廖长了。伊就讲这毋是你新人院诶论文写诶吗？我含这你也知？哇！你逐项拢知，也无就是甲我应讲，即个物件毋是你以前讲道捌讲过吗？哈？我毋捌看过有迄个聘牧小组的成员是遮尔的用心的，超越我的想象，超越我伫即个中间所经历的，然后搁伫即个中间，搁看见。接煞有小会，还是伫中级会，还是伫我来到伫即个中间，其实毋是因为我伫即个中间有啥物款的改变，互我有勇气来到遮。今仔日会当互阮来到伫遮，是因为我伫即个所在见证着上帝怎样互即阵听主的人伫即个所在来行出上帝伊的命令。就是三定，所以淡短戴牧师佮讲到戴牧师，佮愈趣味。来到遮，佮发现讲，我45年前，我捌甲戴牧师举火，伊迄阵是新郎，真诶啊假诶啊！10几年前伫台湾，阮也毋是无熟悉啊。10几年前，戴牧师去到台湾牧会时，我阁有去找伊诶啊，伊也无甲我讲我有替伊举火啊啦。是安那来到遮变？是安那，然后过也听讲顺明牧师讲伊捌阮阿公，咱中间也有人讲伊捌阮阿叔，咱中间也有人讲伊甲我读一个学校，我想讲奇怪，这是安那牵呢？原来当圣经在见证上帝的计划，要互耶稣基督的救赎伫咱的中间。诚做生命的改变甲拯救的时，伫咱的生活顶悬嘛有真济即款的物件伫咱生活顶悬伫发生。有真济物件，上帝的律例超越着人的想象。有时人的软弱反倒诚做上帝伫咱中间通做工的开始。所以伫即个中间，互我看见哇，即个教会。是真正需要一个真有能力的牧师来才对啊！他也是我来，原来伫即个中间，我了解一点。用那去到尼尼微，是因为伊足敖吗？毋是，用那去到尼尼微，是为着要见证上帝早前的计划甲应允。
今仔日我来到伫即个所在，也是要伫遮见证上帝伫过去伫即个教会伫遮听主的人所实落每一项应允，也伫咱的祈祷的中间，三角互相扶持、听谈，以及咱见证上帝伊美好的计划。所以圣经内底所写的，一直行到伫咱今仔日的生活顶悬，咱拢是咧诚做迄个做见证的人，因为见证，互咱证明咱所信的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因为见证，互咱谦卑伫上帝的计划内底，会当降服甲拍败伫上帝面前讲，只有你是权能，只有你料理一切。因为见证，所以才互咱有机会伫即个中间算效上帝的恩典，献上咱的感谢，然后期待上帝伫咱的中间继续引带甲带领，来面对咱头前所要面对的挑战。我想，迄个挑战不只是伫咱的生活顶悬，迄个挑战也伫咱的教会中间，迄个挑战嘛伫咱的美国即个国家内底，迄个挑战。嘛，伫对咱来的所在，迄个岛屿台湾，或是你有对其他的所在来到伫即个所在，伫你原来的家乡所面对的挑战。感谢上帝的恩典，真侪人拢甲我问讲：好，你讲要去美国，较简单呢，你爱先摕有签证。我想伫即个中间关心甲大岛的人拢知影。有真侪签证伫即个中间无简单摕，但是上帝伫即个中间所定定的计划，咱只不过是来做伊好的见证。我伫 AIT 内底做着见证，我嘛伫领启太长老寄迄个 Letter of Confirmation 互我的时，也做着见证。因为伊虽然延迟，但是伊无耽误。我也伫去到伫温哥华的时，为着阮要入境加拿大的签证做见证，因为人认为行兄无可能的伫上帝无难成的事。我嘛伫即个所在做见证，因为来到伫即个所在，毋是人会当成就的，那毋是上帝的计划。若毋是上帝立理，咱无法度伫即个中间做啥物事。你准备好要为着咱头前所要面对的环境做见证啊吗？若有，咱就献上感谢；若有，咱就拜咧祈祷；若有，咱就专心挖课。若有，咱就感谢上帝的立理，无煞对即事到落尾。若有，咱就伫即个中间欢喜，大家互相三扶持，大家互相三敬。三敬即个字是台语足特别的字，三敬。我甲你敬起来，你甲我敬起来，然后伫即个中间。咱做伙来见证上帝伫咱即个教会、即个所在，以及即阵听上帝的人中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因为头前的故事真水，所以爱互咱继续讲即个故事，互咱伫即个中间所做的一切，诚做见证上帝恩典的荣耀。多谢大家。